2025年11月下旬，香港娛樂圈傳來令人心碎的噩耗，知名男星海俊傑的妻子莫家慈因急性肝衰竭經多日搶救無效，在廣州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不幸離世。這場跨越粵港澳的生命救援，曾因明星眾籌引發全網關注，最終卻以遺憾落幕，讓無數人在感嘆命運無常的同時，也驗證了危難中的人性光輝。驟雨突至，一場措手不及的生命危機。一切的轉折發生在2025年10月底，彼時海俊傑剛列出 TVB 新劇《刑偵12》的拍攝揮訓，與妻子莫家慈在大灣區中山市的家中休整，為節省開支，這對夫妻自疫情後便定居於此，兼顧香港的工作與納地的生活。據海俊傑後來在長文中回憶，莫家慈起初只是感到持續乏力，食慾減退，以為是連日操勞所致，直到皮膚和眼白逐漸發黃，才在他的堅持下前往香港瑪麗醫院檢查。檢查結果如晴天霹靂，急性肝衰竭，且伴隨多項併發症，必須盡快進行肝移植手術才能保命。這個診斷讓海俊傑瞬間陷入崩潰，他深知肝臟移植意味着折磨。破釜沉舟，鏡頭前的無助如赤誠。2025年11月8日晚10點，海俊傑的社交賬號發布了一段近有2分17秒的短視頻。鏡頭裡的他身着簡單睡衣，站在矮小走廊的昏暗燈光下，背景中隱約傳來醫療儀器的滴答聲。我是海俊傑，我不是騙子。我太太莫家慈得了急性肝衰竭，急需150萬港幣換肝，現在只籌到70萬，還差80萬。他的聲音顫抖，說到動情處數次哽咽，雙手不自覺地攢緊衣角，眼淚順着臉頰滑落。為證明真實性，他特意展示了醫院的診斷證明，旋反覆強調拍攝時間。現在是11月8號晚上10點，我守在醫院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跟時間賽跑。視頻最後，這個在熒幕上塑造過無數硬漢角色的演員，對着鏡頭深深鞠躬，求大家幫一把，多少都好，救救我太太。視頻發布初期，網絡上不乏質疑聲，有網友提出是否為 AI 合成明星為何需要眾籌等疑問，畢竟在大眾印象中，藝人往往與高薪掛鈎。但很快，海俊傑的老友歌手鄭曉東便有車從深圳趕到醫院，不僅帶來慰問金，更在朋友圈曬出病房照片佐證。他是我認識20年的兄弟，人品毋庸置疑，懇請大家伸手相助。與此同時，海俊傑所屬的天盟娛樂也發布聲明，證實莫家慈的病情及費用困境。質疑聲逐漸被心痛取代。了解海俊傑的觀眾都知道，這位擁有1/4英國血統的藝人，演藝生涯從未真正大紅大紫。1994年，他憑借新秀歌唱大賽冠軍出道，獲頒10大勁歌金曲最有前途男新人銀獎，一度被花星唱片寄予厚望。但隨着公司轉移力捧1995年冠軍陳奕迅，他的歌手之路被迫中斷，轉移深耕影視圈，在《刑事偵緝檔案3》堅證實錄2等經典劇集中飾演配角。2008年北上發展時，他遭遇不負責任的經紀人，半年無戲可拍，一度靠登台唱歌擁持生計。近年重返 TVB 後，即便憑借《星空下的仁醫》中周震搖一角入圍最佳男配角，也始終是綠葉演運，收入遠不如一線藝人。更令人揪心的是，海俊傑自身健康狀況也不容樂觀。2024年起，他因不明疾病暴瘦幾十斤，面部輪廓凹陷到退相，雖對外宣稱以恢復拼努力增肌，但熟悉他的朋友透露，他的身體仍在恢復期，根本無力承擔巨額醫藥費。暖流慰藉，跨越粵港澳的愛心接力。海俊傑的求助視頻如石子投入湖面，迅速激起愛心漣漪。這場跨越粵港澳的救援行動，在48小時內達到高潮，娛樂圈的老友們率先響應。演藝人協會會長古天樂第一時間通過協會提供定向援助。海俊傑的表姐前 TVB 花旦陳慧珊捐款20萬港幣，
黎姿也通過經紀人轉來15萬港幣。最令人動容的是鄭曉東，他不僅個人捐款，船組建愛心支援群，拉來郭富城、陳淑芬等圈中好友，短短1小時內籌得79萬港幣。海俊傑所屬公司天盟娛樂的老闆顏培義更是直接注入50萬應急資金，直言先救人，其他再說。相濡以沫，半世紀心情與人生起伏。海俊傑與莫家慈的緣分始於15年前的北京。2012年，海俊傑北上發展遇挫，被經紀人坑騙後半年無活可幹，連房租都成問題。就在他瀕臨放棄時，認識了同為香港混血北上打拼的化妝師莫家慈。彼時兩人相識不久，莫家慈卻拿出自己的積蓄幫他交房租，全靠母親英皇娛樂早期經紀人曾帶過容祖人、謝霆鋒的人脈為他介紹資源。她不僅是我的妻子，更是我的恩人。海俊傑曾在採訪中坦言，在莫家慈的幫助下，他逐漸在納地打開局面，接拍了《雪域雄鷹》等劇集。2017年，兩人在香港註冊結婚，婚後莫家慈身兼化妝師與經紀人雙重角色，夫妻搭檔把日子過得踏實安穩。為節省開支，他們搬到中山居住，間下時會去逛市場、做公益，這樣的平淡幸福，曾是海俊傑最珍視的時光。莫家慈的低調善良，在圈中早有口碑。他曾為多部影視劇擔任化妝指導，卻從不張揚。朋友有困難時，他總能主動相助。海俊傑在2023年參加愛心助殘活動時曾說，很多公益想法都是太太提的，他總說要多幫別人。這樣一位溫暖的女性，終究沒能抵過病魔的侵襲，讓人扼腕嘆息。而海俊傑的人生本就充滿坎坷，17歲移民美國，19歲因唱片公司高層變動錯失出道機會，22歲回港奪冠卻遭遇事業瓶頸，中年北上遇挫，近年重返 TVB 才憑配角獲得認可。他曾在採訪中說，人在高峰的時候，不愧有人提醒你做事要懂得謙卑。或苦正是這份坎坷，讓他更懂珍惜與莫家慈的感情。餘溫尚存，善意與遺憾交織的回響。莫家慈離世後，海俊傑履行了自己的承諾，他將剩餘的50多萬善款全部捐贈給肝移植互助群。娛樂圈的互助傳統也在此次事件中得到彰顯。從鄭秀文幫幕後人運抗癌，到古天樂默默資助老藝人，再到此次中星馳援海俊傑，這些隱形互助讓冰冷的疾病多了些暖意。正如網友所說，娛樂圈或苦有名利場，但從不缺人情味。如今，海俊傑仍在悲痛中調整狀態。好友透露，他常會去兩人曾逛過的中山市場，看着熟悉的攤位發呆。但他未有忘記承諾，休整過後將重返劇組，完成未拍完的作品，那是他和莫家慈共同的心願。11月的廣州，寒風已起，莫家慈的告別儀式上，擺放着他最愛的白色玫瑰，挽聯上一生善良，一路走好8個字，是對他短暫生命的最好概括。海俊傑身着黑衣，手持妻子的照片，眼神裡滿是不捨。生命無常，世事難料。莫家慈的離去，讓我們感嘆命運的殘酷。但那些跨越山海的善意，夫妻相濡以沫的心情，困境中堅守的誠信，卻在這個寒冬留下了永恆的暖意。願莫家慈在天堂沒有病痛，願海俊傑能在時光中慢慢撫平傷痛，更願每一個等待希望的人都能等到屬於自己的甘願與光明。海俊傑和莫家慈結婚已經18年，沒有生育子女。其實內地觀眾不是很了解海俊傑，完全靠這次的募捐被更多人認識。他已經52歲了，年齡越大演出機會越少，因為不缺演運。而海俊傑也沒有獲得表演獎，所以他在 TVB 當演運和在其他行業工作一樣，都是領取微薄的薪水。和內地走紅的演運無法相提並論，內地演運吃得太好了，薪酬特別高。
老婆無法救治成功，海俊傑一定很傷心。目前沒有大面積的媒體報道這件事，看來海俊傑可能也沒有把這個不幸的消息告訴媒體吧。恩愛18載，膝下無子女，海俊傑最終要一個人面對親密愛人的離世，令人唏噓不已。生命很珍貴，愛情界更高。海俊傑為老婆哭訴求助的視頻依然在網上流傳，只是短短10多天，一切已經成為記憶，最終未能成功救治莫家慈。海俊傑努力過募集成功，老婆莫家慈可能也不會傷心難過。海俊傑曾表示，募集來的款項根據醫治結果，多餘的會退給大家。現在人去樓空，無法救治老婆生命。他可能會很傷心，但希望他堅強面對這個現實，走出失去老婆的陰影。